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0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什么新闻重点。美军昨攻击扣押一架移动的大型货船，移动不满指控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讲无搁要参加第2轮的和平谈判。嘉义市大雅街站8点一栋透天厝着火，一对翁仔某甲5岁查某囝，一家伙3个人不幸过亡。大甲马辽境进香的第3天，暗时会行到嘉义新港的洪天宫，白沙屯马进香路尾日，按算下晡4点10分会回宫安坐。来看中东的局势又搁会传烧，美国海军昨是伫阿曼湾攻击扣押一架移动的大型货船。美国总统川普嘛证实讲，这是为着要来执行海上的封锁，美军冇上船去检查。也毋过，伊拢是非常的不满，指控美国严重违反着停火协议，嘛讲无要去参加巴基斯坦的第2轮和平谈判咯。今仔国际油价嘛搁去超过6%。对美军中央司令部公布的画面，会当看到驱逐舰斯普鲁恩斯号要甲伊朗级的货轮图卡斯号炸落来，上也毋愿摕6点钟了后，美军对货轮的基板甲剪落。过来就派着战队的队员去甲船扣落来。美国总统川普伫社群平台证实有这件代志，嘛讲这架船进前因为有非法的活动，早就牵伫咧财政部的制裁名单内底。虽然即马海面的局势恶化，毋过伫咧巴基斯坦的首都伊斯兰马巴德，同款是真认真咧准备好弹标备的工课。当局已经将一寡重要的所在划做红色的警戒区，甲过去外交人员大的饭店甲清场，嘛甲要去观光景点的道路甲封起来。啊，若北京证实会由副总统换书，搁一届带特使团去到遐，因为临时停火协议伫礼拜3到期，希望会使赶紧挽救情势，嘛对伊朗提出一个合作公平合理的协议。Now, security precautions include the closure of roads, monuments, and hotels as well. In fact, the 2 hotels that had been used by the delegations from Washington and Tehran have already been taken over by Pakistani authorities. Guests have been told to find a room elsewhere. 伊朗的国营媒体报道，讲伊朗无打算要参加新一轮的会談，嘛骂美國開火是侵略，亞船是海產，嘛嗆講會來報復。民間對着美國嘛愈來愈無信任咯。ترامپ یه آدم به شدت مودی، آدمی که اصلا معلوم نیست چی کار میکنه، یک لحظه دلش میخواد میزنه، یه لحظه هم دلش میخواد تموم میکنه. امکان اینکه شروع کنه هست، ولی دوباره سر 3-4 روز به غلط کردن میفته. 新市的中客谈判，即马是一个讲后遐，一个讲本地。啊，伊朗除了好人会甲美国中客谈判，嘛开条件，讲美国若想要讲，就先甲对港口的封锁甲取消。受到荷堡珠海峡搁一届关起来影响，国际油价搁大起超过6%。啊，若拜3就是停火协议的上尾一天，川普嘛放掉，若是谈判无结果，就会甲伊朗所有的发电厂，抑搁有大桥，甲剪甲烂糊糊。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译。虽然中东的天阵各有变化，也毋过美国主要的指数伫顶礼拜5拢创新高。今仔台股的指数盘中嘛冲破37000点哦，盘中上悬是去到37344点，是去540点哦。也毋过收盘是去154点，36958点收盘。因为荷姆兹海峡开放，石油恢复所温，所以美国甲台指期货拢大起。虽然各有变化，也毋过今仔台积电佮台达电嘛拢大起，电子族群咯嘛起。台股盘中佮起破37000点。有分析师嘛认为，只要国际油价维持一桶100块美金以下，股市哦就应该袂有上大的改变。再来看嘉义市的大雅路二段哦，昨暗8点一栋透天厝着火，一家伙啊3个人是拢掉伫厝里。消防队1点钟佮甲火拍花，第3楼的露台嘛救出这3个人，送病院急救。也毋过爸爸妈妈甲5岁查某囝3个人是拢救无回来。大火甲天顶烧甲光莹莹，也阁有泰鲁飙起的声音。19暗时8点外，嘉义市东区大雅路2段一栋透天传出火灾，规栋拢烧起，乌烟直直冲出来。瓷砖拼出来迄个声，我老公跑出来看说，哎呦，会烧到做咩啊？1楼啊，我已经走出来。消防局出动5个分队去拍火，因为导火的地点伫咧无尾巷，路真矮，敢若会当互一台水灵车入去，抢救真困难。消防队员分真侪搭抽水线咧拍火，互人真欢喜的是，还阁有2个大人一个囡仔掉伫咧内底。
一开始接获报案的时候，也有收到有严重受困的一个情形。那因为1楼的一个火势非常的猛烈，那我们大概抢救大概半个小时之后，进入进行搜救顺利的将3名民众把他救下来。家4个人大，妈妈出国，儿子媳妇一个孙女。这口罩3个人落尾是伫3楼的露台，互人发现。太太甲差不多5岁查某囝先互人救出来。姓翁的厝主是等到火势受到控制了后，才互消防队甲赶落来。3个人找到的时，拢已经无心跳，赶紧送病院抢救，最后也是因为重伤宣告死亡。大火伫暗时9点48分拍花，厝边有受到影响，详细导火的原因还阁需要厘清。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昨午高雄捷运的车顶有一个71岁阿伯，伊亲像不满一个乘客伫车厢内底讲话上大声就提出刀仔来恐吓对方。这阿伯是有向这个对方来回失的，也毋过警方嘛是以现行犯甲人抓起来，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几名警察甲这个穿蓝色衫的查甫人压掉咧，因为伊去用通报讲，伫咧捷运车厢甲刀仔点出来，而且佫疑似恐吓其他的乘客。拿出来挥干嘛？烧水果干？没有。这种地方捷运站，你怎么会拿这种东西出来？这个71岁姓王的查甫人，19暗时坐高雄捷运红线，要到喇叭底站的时阵，不满边的乘客讲话伤大声，甲对方嚷起来，就甲伊的刀仔摕出来，而且佫甲人喊。其他乘客发现了后，随通报站务人员。经了解，王显自身于捷运上，因觉得其他乘客讲话声音过大而引起口角纠纷，并疑似持碟刀做事恐吓。警方告状了后，这个姓王的查甫人就甲民众会师咧，去用威胁的民众嘛无追究伊的行为，就已经离开现场，无人伤亡。不过，这个姓王的查甫人已经涉犯恐吓公众罪，去互警方移送法办。21时02分接获旅客通报有亮刀威胁事件，21时03分通知捷警。站长随即上车，确认冲突双方已于后一站下车，且冲突已缓解。高雄捷运表示，接到通报就随通知警方，捷运警察特勤，还有辖区的警察嘛随到位，为了加强站内防灾应变能力，确保旅客性命财产安全。高雄捷运伫咧每一季拢会举办防灾模拟演练，加强应变、发向通知的机制，请民众安心。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中的西屯区，昨暗有一个47岁姓林的查甫人，伊行路冲红灯，警方要甲伊抓落来，伊若无要配合，佮骂警察，甚至佮要抢警察安全帽仔来拍警察。边仔民众甲警方是做伙甲人抓起来，这个嫌犯毋但会受到红单，嘛向以妨害公务、伤害佮侮辱罪来上班。一个查甫人看到红灯卡无要停落来，对大路直接就甲行过，嘛无要插讲车顶迄边的车要过，好死毋死，警察就挖过甲炸落来。闯红灯，怎么了？闯红灯？对啊，你闯红灯。代志发生伫19暗时10点外，47岁姓林的查甫人伫台中西屯青海路抑个中庆路口弄红灯，警察爱甲证件摕出来，伊真正是甲天公照打，竟然对警察错干6条。现在讲什么？你现在讲什么？这林姓真正是愈来愈好款，毋但反抗，佮甲警察的帽仔撒来，就对警察的头壳甲削落。热心的民众甲到场的警察做伙甲这个现行犯压制逮捕。就是有争吵嘛，他叫他趴下不要嘛，然后那时候他就把他整个抓脖子撞那个玻璃嘛，还是把他压制了。一男子违规穿越行人穿越道，并于盘查过程中出言辱骂、攻击执勤人员，原警依法对其使用警棍制止，并将其逮捕移送法办。台中市第6分局讲，去用攻击的警察头壳有刺伤，若姓林的查甫人弄红灯，除了会依照道交条例第78条，甲罚500块。这案嘛依照妨害公务、伤害公然侮辱的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大甲妈祖了解进香9日8暝行程17起假，今仔是第3天啊！今仔按时要行到嘉义新港的奉天宫，第一台记者即马人就伫现场，那么甲现场交互嘉禾。
徐主播目前记者家号呢，人就是伫咧大甲妈祖绕境进香的队伍当中。目前呢，我已经行到这嘉义新港洪天宫的附近咯。我着这大甲妈祖绕境进香高岗八暝活动啦，沿路呢是为这台中大家出发要到嘉义的新港。有人讲这新港呢是伊心目中的新港，所以当看到这在这路上呢，除了有妈祖婆的保庇以外呢，在这路上有真侪善信伫甲咱斗相共。刚好呢，在这个嘉义新港这个所在呢，发现讲有一个点心站，有4代人伫遮分物件，咱也要来请教头家吼。来，请教头家，我想要甲你请教一下吼。恁在今年啊，恁拢总有第几年来分物件，传偌济物件？哦，今年第7年。咱准备的物资拢总超过，咱的金额有超过60万的物资，欢迎大家来予妈祖报请。这就是咱这个第4代的这个阿祖，伊今年90岁啊，伊就是拢伫遮来参与今年第7年，非常欢喜啊，欢喜心，欢迎大家来新港佚佗。这人讲台湾上界水的风景就是人啦，所以在沿路上呢有侪人伫咧斗相共。这大甲妈祖呢高岗八暝这活动呢，其实需要着真侪人来斗相共，无论是食的啊，还是休困的所在，拢会通体现着咱台湾高的人情味。也会提醒咱的观众朋友呢，在今仔日大甲妈祖呢绕境进香要到嘉义新港洪天宫，明仔载就是这祝寿大典，也就是这香客所讲的这个拜祖咯。拜祖煞的当天暗时呢，大甲妈祖就出发回銮要往大甲方向去。往大甲方向的头一站呢，就是要登到西丽福建宫自驾，落尾就继续来往北咯。来提醒咱的观众朋友啊，若准讲这几天呢，还佫大甲妈祖进香，还佫伫咧活动，想要来做一个体验的，一定爱注意到你的交通安全，还佫食食的安全，因为天气呢早暗温差极大，所以提醒咱的观众朋友一定爱注意你的身体健康。以上呢，咱就用镜头交转互咱的主播。感谢嘉禾哦，咱个继续来看8日7暝白沙屯妈祖北港进香，今仔是落尾一日咯。妈祖嘛已经准备要回宫咯。妈祖銮桥伫透早6点哦，是对通霄公所出发，伫新埔的秋木园对4人桥换做8人大桥。前总统蔡英文嘛来体验一日香灯卡哦。妈祖按算是下晡4点10分会回宫安坐。白沙屯妈祖进香8天7暝行程，当已经是最后一天了。妈祖銮桥自透早6点对庙的通霄顶公所起驾，继续要行往行程的终点站宫天宫。在通霄路线也不时停落来互信众软桥卡，也因为进香路途遥远，妈祖銮桥自古拢是用较轻的钉桥，一般是4个人扛的。20在回宫进前，也有一项重要的仪式，就是换桥。銮桥8点40伫咧区无园换桥，白沙屯大马、罗珠马换坐8人大桥，山边马也改坐家己的新桥。换桥以后，宫天宫随香人员甲香灯卡做伙行300日敬拜。庙方表示，这嘛是对北港朝天宫进会以后回銮路年头一届见着妈祖，所以换桥以后敬拜也互人叫做抢头香。全体一同向白沙屯宫天宫献上圣肉拜头香，03拜礼拜。头香逐年由白沙屯东西日本庄、南庄和北庄轮值，今年由北庄抢头香，接续落去由第二头家负责扛大桥，互为妈祖起驾回銮。白沙屯妈祖銮桥一庙了后，庙门随就会关起来，花卡会送入正殿新房，然后供请妈祖安坐。照例俗12天后5月初1才会开锣。若妈祖安坐以后，宫天宫嘛有拜天公的仪式来祈求四季平安。记者卢尚珠、郑春友综合报道。来看总统赖清德日特别去访问非洲友邦史瓦蒂尼，甲咱台湾关系真好的索马里兰外交部嘛伫社群平台铺文，嘛有放索马里兰甲咱中华民国的国旗哦，讲欢迎赖总统去非洲访问。台史邦交是稳固哈，我们也很有信心。强调台湾甲史瓦蒂尼关系是真密。总统赖清德伫咧4月22日特别去访问非洲的友邦史瓦蒂尼，不过特别注意的所在是伫咧索马里兰外交部19暗时伫咧社群平台 X 发文，祝贺赖总统访问史瓦蒂尼。这摆是赖总统就任以来头一摆访问非洲，图顶悬搁放索马里兰，还佫有中华民国的国旗。
事实上，我们跟索马利兰也是类似的准邦交的关系，好，那他们正式的在外交的这个网站上有表达欢迎赖总统访问非洲啊。另外，事实上有将近11个国家哈，非常多的我们的国际友人啊，也透过各种方式表达欢迎。因为赖总统这摆出访史瓦蒂尼是用直接飞过去，无过境，佮引发无法度过境美国本土的质疑。对这件代志，林佳龙表示，时间会回答，过境适当的时间，还有地点，拢还搁伫咧评估当中。台湾积极扩展外交，中国嘛继续伫咧邀非洲国家伫咧瓦平。今年5月，甲要互53个非洲国家全面零关税的台股，独独敢若拜读史瓦蒂尼。虽然现在是53:1啦，因为非洲54个国家里面，中国有53个邦交国，而且他们从今年开始啊，所谓的免关税，那也对他们大量的这个援助，那这个台湾的压力当然很大。不过我们反而是一枝独秀。史瓦蒂尼跟中国的这个经贸关系，其实以贸易来讲，比我们还多一些这样。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对非洲国家都是零关税的话呢，那么的确会对他们内部带来一些压力，那么可能会内部会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出现。面对中国施压的部署，外交部率领足侪投资考察团去史瓦蒂尼，强化台湾加史瓦蒂尼经贸连结。今年嘛，针对亚非地区对外关注预算，嘛增加要7亿加强双边甲多边的合作。记者综合报道。国防特别条例草案搁伫立法院卡关，国防部今仔是去立法院的国防委员会来进行机密报告，望讲特别条例会当顶紧通过。部长郭立雄嘛望讲条约会当来支持1.25条预算。前中共的董事长赵少康是建议讲，国民党团先空列8100亿，民进党的立委陈冠廷嘛认为这嘛是一种善意，所以嘛呼吁条约会当以3阶段来推出国防特别条例。共军继续了台，国防部单日征召5架次强机11架强舰1架公务船，伫台海市扩围活动，面临中国继续对台军事施压。立法院外交甲国防委员20举行秘密会议，邀请国防部长郭立雄进行国防条例专案报告，佮呼吁条约支持1.05条的预算。我们现在所提出1兆2500亿是基于整体专案需求所提出的。一个系统性跟整体性的规划，这一个1兆2500亿的预算能够获得能够支持。国民党团进前提出3800亿加恩。也毋过，前中共董事长赵少康是提议先提入8100亿，审查通过已经收到美国法计署的3500亿，剩的4600亿暂时冻结，等到新的美国法计署才通过。民进党立委陈冠廷认为这是善意的开始，也提出3阶段推进各项。第1阶段条约爱先就军购部分2半形成共识。我们希望军购不要分成2阶段分成单，那只要往第1个阶段，就是把所有的军购都在一次性的把它处理完之后，那接下来就可以往尾制，它往上购。它就是要有一定的一个规范嘛。那我们这个一定就是3800加 N，3800是美方已经承诺了 ，N， 请美方再承诺。如果美国方面有第2梯次、第2阶段的一个军售，台湾民众党也愿意也乐意纳入我们的版本当中。在野游玩国务组长严国传出因为正义版军购条例卡关，负责规划专案的国防部正规司长吴文启压力大，对报销考期严厉。正规司政军规划处长叶先想要拍报告退伍，郭立雄澄清，叶先讲话并不是事实。赵少康提出说，现在可以框8100亿的部分，那个可能我们还是很难接受。郭立雄20机密宣布了后，有计22下到立法院长韩国瑜下个调集条约协商。另外，美国跨党派参议员顶伫致函立委提起，华府几礼拜内会宣布新的对台军售。郭立雄表示，包含军售案项、交会期等等，拢会甲美国国防部国防安全合作局密切协调沟通。记者综合报道。第日文去中国访问了后，中国国台办宣布10项惠台的政策。上总的理事长柯书博今仔甲相关的产业代表开记者会，是呼吁讲全面来开放两化直航，嘛应该来回应上海、福建自由行等主张。伊嘛望讲中国就唔通因为政治因素，这个政策又搁向法庭。
中国12宣布10项惠待措施，针对中国对台湾工商产业界提出善意。上总20带领惠待措施相关的产业开记者会，会有疑虑的，但是你有疑虑就不开放，有疑虑就不开放，那到底要怎样？双方基于对民众跟企业跟这些产业的这个发展，不要任何的这个，既然开了就开了，制度化去走。上总提出6大主张，包括希望全面恢复两岸空中客运直航的正常化，直接回应自由行，符合检疫标准相关的农渔产品，参与中国各类的销售管道。因那食品业希望讲，中国伫咧注册产品输入相关的法规，会当实际放量。针对中国宣布开放的项目，袂因为政治因素向的冻点。因那台湾的在野党甲政府，莫受政党或者是非经济因素影响，爱以产业的发展为优先。陆客没来呢，他沦为像我们公司就沦为一般的交通车的司机，有些司机又有不适应的状况，所以他又会沦为别的行业。针对中国10项惠待措施，交通部观光署回应讲，中国旅客来台湾，无论是团体或者是自由行，拢爱经过小两会协商沟通。陆委会强调讲，任何交流的措施，无应该附带政治前提，无应该加做特定政党政治交易的指压。所谓的惠台10大措施，请中国不要再吃台湾的豆腐了。这不是惠台措施，这应当只是在抢救中国的现在进行式。台湾2350万人需要的是开大门走大路，活络经济、拼经济。我想这是不分蓝绿、不分朝野、不分党派共同的共识。上总呼吁两岸政府应该加速沟通的配套，开放两岸直航。希望中国莫分拿着执政的管区，每一个所在拢爱共款。在野党甲政府只要对产业人民有利的，该开放就开放。记者综合报道。云南会今仔日立法院指出讲，代替3月底7度吊车场火车烧农的意外，会到3月中河林站吊车意外并案来做审查。嘛认为讲，这2个意外甲恐惊是甲人为操作拢有关系，嘛来检讨伦理甲教育训练哦。这个调查报告按算9月会公布。伫7度的吊车场内底，2台区间车咧吊车的时阵，因为4角插桩烧农，拢有车厢砖突起败马。还佫致使1个人受伤，这是代替3月底发生的事故。就伫同一个月，代替才伫花莲河津站吊车的时阵，那就人员操作疏失，记录着停伫边仔专用车道的幸福水泥的列车，嘛致使2台水泥车砖突起摆链。台铁在河仁站吊车撞击到这个水泥货车，还有在3月30在7堵吊车厂这边发生的这个冲撞事件，我们有立案调查。那这部分我目前确实我们会朝人力的运用，包括它的训练方面会去做一次分析。云南会讲，代替吊车的事故确实有较侪，从云南会成立以来，就已经发生过76件，其中有28件致使败马。历代统计指出，代替过去6年吊车的事故已经造成2个人死亡。特别注意的是，吊车的事故伫公司化了后，颠倒增加，加关到1年20件。要求云南会都要彻底调查，找出原因。台铁的吊车事故确实偏高啊。那吊车库的3大的事故类型都是第一个是出轨有28件，然后几差有26件。我们希望不要有重大事故之后我们再来调查，而是我们现在已经看到问题，我们就是超前部署去预做防范。你要把自己给做热起来嘛。你们一个报告是最具权威性的，甚至应该可以影响或者指导行政部门。根据云南会调查的听数，调查报告出来了后，拢会提改善的建议，而且列管追踪。目前代替要列管的案件也有19件。云南会强调讲，会持续定期开会追踪，针对真正发生吊车的事故，已经有建议代替引进科学检查的工具甲方式来提升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发生严重的枪案，嫌犯是一个退伍的军人，伊分3个所在犯案，枪杀8个囡仔，佮包括伊家己的囡仔。嫌犯伫逃亡的时，嘛，互警察断死。犯案的动机是爱个调查。这件重大的枪案是发生伫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第3大城西夫波特。警方表示，19早起6点接到报案，抓准是普通的家庭纠纷，也毋过入去现场才知影是重大的枪案，而且8个死者拢是囡仔。8 of these individuals are deceased. The ranges of the decedents are from 1 year of age to approximately 14 years of age.
all of the deceased in this case are juveniles. This is a tragic situation, maybe the worst tragic situation we've ever had in Supreme Court. And so right now, we're going to process the information. It is in very good hands. 根据警方的讲法，尸体内底发现的7个囡仔已经明显死亡，而且伫尸体后壁厝顶又搁发现一个囡仔断气，判断应该是伫想要逃走的时，互人枪杀。警方确认8个死者当中有嫌犯家己的囡仔，嫌犯伫抢人的车逃走的过程当中，互警方甲断死。警方表示，拢总有3个案发地点，另外3个受害者包括2个成年的女性甲1个青少年，其中2个女性重伤。There are 8 children that are deceased. I can't be strong for you. I think about the mother and what this family has lost. We as a community, black, white, Republican, Democrat, need to stand together and fight for what is right. This is nothing but pure evil. 上新的消息，犯案的人是31岁退伍军人夏马尔·埃尔金斯。伊伫犯案前一天，捌伫社群媒体打一张伊甲查某囝的相片，也毋过真正的犯案动机，还阁需要警方厘清。包括美国众议院议长甲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拢有刊文对这场悲剧表达哀悼。公司新闻景冠庆编译。再来看法国巴黎郊区最近是挖到一粒第2届世界大战的时的微波弹，当局是赶紧疏散几啊千的民众。这粒已经带伫土里超过80吨的炸弹，专业的拆弹人员甲伊爆破，加在无人受伤。法国巴黎西北边的科隆布，19下晡3点20分左右，有爆炸声传出来。拆除炸弹的专家加一个日前留落来的炸弹用好帮排除潜在危险，为着确保行动安全，政府事前规划半径450公尺的经济特例区，还佫有上远约1公里的活动限制区，而且动员约800警察封锁现场。居民伫咧透早接到紧急撤离的通知，离开进前，各方要求讲爱甲门窗关起来。政府详时设立接待中心，提供临时的安置，还有医疗资源。伫咧用护棒的作业完成了后，疏散命令嘛伫咧迄天下晡4点就解除啊。居民煞尾嘛拢转去处理。Il a fallu extraire la bombe de la zone et la transporter sur 30 mètres. Et donc pour ce faire, les démineurs ont exposé leur vie. Bon, voilà. De débombage de cette nature, c'est toujours des opérations exceptionnelles. 这个炸弹伫咧4月7日，伫一个建筑工地去互人发现，长度超过1公尺，重大概有500磅。专家研判应该是80年前为4000公尺悬捡落来的，不过也未爆炸原因不明。因为想要把这个炸弹的引爆器拆除，不过最后嘛是失败。而且伊的引信嘛已经严重损伤，技术人员最后决定用现场用火棒的方式，拆除的专家伫咧一架深有2公尺的坑内底设装置，进行控制性的方法。De 4000 mètres, il y a 80 ans, il s'est enfoncé de 3 mètres sous terre. Et donc, on ne sait pas vraiment pourquoi il n'a pas fonctionné. Donc, l'idée, c'était d'essayer d'identifier l'ensemble des scénarios auxquels nous pourrions être confrontés et surtout de préparer le terrain, de préparer la zone et de préparer l'ensemble des effectifs à ces différents schémas. 微波弹的问题，到今也是互欧洲真侪所在足困扰的，尤其是伫咧建筑施工的时阵，定定去互人发现。专家指出，伫咧都市区域，因为人口密，若是有出现风险会较悬。相像的代志，伫咧这几冬嘛捌发生伫咧伦敦，还有巴黎北站等等交通的重点，甚至影响到机场还有铁轨路的运作。公司新闻陈秋梅编译。过来消息来看，台中有一个69岁妇人人，伫11个时阵，甲朋友去花莲倒溪乡爬山，也毋过说失踪。花莲警方甲义消各民间的救难大队有上百个人去山区找人，伫昨已经找到人，也毋过人嘛已经过往了。超找9天救难人员上后壁，伫马拉比步道7.5公里，伫100公尺深的坎卡发现到妇人人，已经无喘气啊！也毋过这个地形无好，无适合用直升机吊挂，干乃使靠人工搬。我确认一下，这条上攀路是否全部都已经架绳完成？这边踩稳哦。OK。这件代志发生伫咧花莲的倒溪乡，一个来自台中69岁姓陈的妇人人，甲朋友总共6个人做伙去爬山。伫10月申请2天1暝登山行程，爱伫11早起8点外就失去联络，队友去找嘛找袂到人，就赶紧去报案。搜救人员每天自登山口深入12.5公里处进行搜索，然后针对溪谷以及山壁等危险场所进行地面垂降以及无人机空侦。
那也多次在山区杂营扩大搜索。遗憾的是，于19日下午，在溪谷7.5公里处发现了失联民众，现场确认已无生命迹象。花莲消防局讲，即届超找行动出动花莲警义消，还有民间救援大队162人，开9天的时间，伫黄麻溪的溪沟甲坎卡四过超找才找到人。对到附近人身躯顶的伤势来研判，可能是伊找袂到路，也是徛无好势，才会对步道跋落去坎卡。详细死亡的原因，警察还阁继续挽过秋庭。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市湾区有现红赛开的材料行，去年底是互检举讲对中国甲越南进口的物件杀该产地哦，变做是台湾在地农产品，佮袂互学校营养午餐来使用。卫生局是表示讲哦，这案已经送地检署侦办咯。随风逼出涉嫌甲食材改票啊生产地代志，高雄市议员区有现红赛张干正贵开的大发食材行，伫大寮2大仓库早起也是当看到有货车、冷冻车出入。根据了解，去年11月高雄卫生局接到检举，大发食材行敢若甲国外进口的食材，包括中国的白馍啊、越南的猪仔膏，摕来改票啊生产地，用台湾生产的票啊去出货。卫生局抽验了后，已经甲报告送到高雄地检署，按照食安法甲早期罪进行侦办。于115年3月4日，持法院核发之搜索票搜索业者，并传唤张简信负责人到案。经检察官预支交保5万元，本案将持续调查相关证据，以厘清事实。那这次的问题也是来自于之前的行政指导，绝对不是所谓的恶意欺瞒那我身为议员，我的立场其实很清楚食安优先实事求是，有错就改。针对外界指控，市议员区有宪也出面替红赛规定，强调是行政作业定数的误解，因绝对无条件用生产地来趁钱的手法，会全力配合调查。另外，业者涉嫌改票的食材，唔但卖给高雄地区的餐厅，佮敢若有出货给国校啊。有当数学校也出面证实，确实有用到生产地食材，因对食材验过一向真严格。不只个这款改票的做法，学校真正无在调防。签约的部分是招标都是由原生社统一处理，那我们是有表达过，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帮我们更换厂商。到底是行政定数造成误解，还是挑工用生产地来趁高空？目前检调单位等咧厘清侦办。区县表示，只要做唔到，应对改进。而针对大发食材行技术甲生产地食材送给学校使用，教育局表示，目前也伫咧调查当中，只要确认违规，相当除了罚款以外，也甲厂商解除合约。记者柯家族条用高雄场报道。4月20号是咱国内的性别平等教育日，台大病院今仔早起嘛将对性别意识来进行宣导，将对病院近前发生的性骚扰的事件来回忆咧，嘛强调讲会来加强教育训练，建立成熟的管道，避免这款代志搁再发生。我们一起。不要，你不要再这样一直骚扰我了。透过地球演出呼吁医护人员，若伫职场遭到性骚扰，爱勇敢公布的，佮提出申诉。因为最近台大病院爆发几件疑似性骚扰、甲性侵病犯事件，院方20早起举办性别平等甲性骚扰防治宣导活动，请法官讲甲民众对性别平等的观念。我们看病人旁边一定要护理师啊等等，那但是就是有人可能类似刚才提到的那个例子，那我们非常的痛心，那也深刻的检讨，那深感抱歉。事件的发生了，其实我们有专人呢，那专线的电话呢，还有我们有电子邮件、信箱呢，那都是提供了隐秘、安全的一个申诉的管道。不过，医改会认为，医疗场合因为有特殊的隐私性，权力无对天甲高压环境，互挂做性骚扰的高风险区域。性骚扰的加害者甲被害人可能存在伫医对病还是职场内部两种关系中，甚至包含主家及医师对下属的权势性骚扰。建议台大病院爱为制度面同步检讨，更应该要强化院内的隐私维护，让病人可以清楚了解检查的目的及过程，然后同时也要建立透明的申诉以及惩戒机制。台大病院强调会强化行政人员教育训练，佮建立申诉管道，防止类似事件佮发生。未来也会继续推动性别平等教育佮制度优化，建立友善职场文化佮医疗环境，扣回民众对台大病院的信任佮信心。记者综合报道。
台东县的环保局接到民众的定情讲市区拢有闻到肥料的臭味。环保局最早是发现讲农民按肥的方式作物，才互臭味传来市区。环保局是呼吁农民使用肥料了后，爱搁砍一顶土，那造成污染卖受到处罚。台东县真侪大木石坑园当咧养肥，一包一包的肥料就放伫农地顶头拍，风吹雨淋，真侪包装拢破去啊！肥料就拢走出来，加上风一直吹，臭味是拖甲规世界。这2天市区有足侪民众闻到肥料的味，甲县府定情。某民众认为，伫咧农作物真侪台东闻到肥料的味是难免。可能下雨的时候，偶尔几天可能会有啦。然后过了就不会有了，因为那种干的东西就不太会有味道。环保局这2天对臭味追查来源，发现伫咧新园里、石坑园，还有市区中华大桥下骹、碧南溪河床的西瓜田，发现农民伫咧养肥的时阵，无用土砍掉咧，落雨了后，佮吹东北季风，肥料的臭味就拢走出来。吹入去市区。中华大桥下的农田因为种植这个西瓜使用这个肥分为立即这个覆盖或者妥适的处理造成这个异味会影响到整个市区哈。环保局表示，即马进入淡湿的季节，农民伫咧养肥的时阵，若无好好处理，佫会生真侪好神。若是造成环境的污染，会依照废弃物清理法。罚1200块到6000块的罚金，若是佫无改善，就会继续罚钱。呼吁农民都爱较注意咧。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桃园争取中央的补助，要来整理粪扫掩埋场。按算今年年底进前掩埋场的粪扫会当全部拢成台起来，袂互粪扫看现现，嘛袂有臭味传出来。粪扫蹲伫咧外口，互民众实在是足埋怨。这是伫咧杨梅原本里的粪扫掩埋场，虽然即马现场是无闻到歹味，毋过附近的民众反映，只要这粪扫甲并落去真正是臭甲袂当得。愈挖热天，这蠓虫就愈侪。就是臭啊！什么时候最臭？它有时候移到那个焚化炉的时候，开始挖的时候要上车就开始臭了啊！感受这样的困扰多少年了？20年了。什么时候会比较多困扰？夏天比较会出那种异味，而且苍蝇又特别的多。伫咧桃园有观音的宝藏、杨梅的原本，也佫有龙潭店主湖3大掩埋场。过去时不时就去互桃园市审计处点名，讲这环境毋若是正垃圾佫有可能会发生火灾。议员要求环保局都要赶紧甲掩埋场囤的粪扫甲清除掉。没有去翻搅，没有去再用的话，垃圾的臭气就没有那么的浓郁啊，那苍蝇也没那么多。降低到一定高度的时候，会采取一个掩埋的方式。目前的整个一个占质量已经降到28000公吨以下，那去除差不多91%。环保局表示，即马升级能源中心启用，新型分化厂嘛整理好势啊，所以桃园市会使处理的粪扫大大增加。规个市的掩埋场最近这几年透过用烧的跨区调度，或者是提起台顶的方式，互蹲伫外口伫咧日头骹的粪扫中，已经敢若剩28680栋，嘛向中央争取补助，甲家己种的1100万，估计年底进前会甲这粪扫清甲理一理。记者综合报道。再看台南区的亚东馆改的戏作艺术馆才打开幕，传出过明华园总团演出的米娜大将军主角米娜率队推下落来哦，演员是继续完成演出。明华园嘛表示讲，演线有随去病院检查，无啥物大问题，休困几日就好。这个戏作艺术馆是按算讲8月初1会正式开馆。舞台顶明华园演大将军的演员，当咧挑战高难度动作，抓意外重心无稳，对推摔落来，互大家错一条。不过演员也是展现专业，马上爬起来，向对手戏演员爱伊个搬一摆。落尾原本演出，演说剧团虽安排演员就医，家在人平安。这场演出就伫台南东区新地票汽修艺术馆，伊的前身是真久无咧使用的野鸟练馆，由明华园甲市府合作，经过20多档的争取甲规划，总团长陈胜福总算实现回乡的梦想。可是真正养活歌仔戏可以100年的是台南，所以我们在西草。另外可以把歌仔戏从野台带到国家级艺术殿堂，可以带到国际舞台。我们将来的目标，我们会把戏草
带到国际舞台。戏团等来到基基地，明华园讲，唔若要带来100年的技术力量，更加要推动歌戏的现代化。除了动态演出，原来嘛记录明华园对无剧本的歌戏转型到编导制度的点点滴滴。那记录是北线传奇故事特点，要让大家对传统故事有料想未到的想象。明华园总团非常代表性的蓬莱八仙特展，这是我们推出的第一个展览。把8个神仙的故事说出来，不是我们现在网络上查得到的那个蓬莱八仙的故事，是总导演他用他自己的原创作品加入的。未来有一个戏修这个所在，会让大家一家会当看到明华园这家的表演，嘛会当看到明华园因非常精彩的这历史。戏剧艺术馆按算5月7营运，8月初1正式开馆。未来因讲会用展演教育甲体验来培育歌戏的人才。总团长嘛表示，看好台南表演艺术的活力，用戏剧通互把戏融入来，唔望互在地乡亲看到更加多元丰富的艺术表演。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今年1月到2月考换南投县的麻竹笋收成是真歹，第3乡农损有将近70%，农民是会当来办理现金的救助，1公顷会当补助41000块，也毋过一摆干那补助农牧用地，所以林地是无补助。有议员甲公所就呼吁中央，讲南投的林地是占70%，但讲中央会当来放入补助的标准。竹山嘛，都是种竹子的比较多。对。应该是不是也讨论到这一个区块，当初就一起规划这样？因为应该是说农牧用地跟林业用地，他们是隶属于不同的不同体系的。正德顺农民屈先生真着急，赶到德山镇公所，想要申请补助，却因为资格无符合，无补助，互伊感觉有一寡无奈。这个拿地无，因为以早就捌申请过，唔是唔捌，只是可能这个可能无协调好啦，无要紧啦，都有机会咱就申请。南投县的农地占70%，咱的农地占5%，所以如果讲今日补助农地话，会使讲就等于无补助。议员表示，农业部一届才补助农牧用地，林地无补助。毋过南投林地占70%，实在是无合理。农民嘛讲麻笋收成歹的原因，就是因为无落雨。第三镇长嘛毋望中央要及时补助，毋通事后较补助，公所会真正歹认定。希望讲一个3期的中间，那发现讲明显的减少，就来启动相关的这个补助的做措施，阮就去现场看，安尼才会实际。镇长讲，因为无落雨算天灾，希望中央会当替农民想，嘛希望中央的补助会当真正帮助到农民，毋通互大家看会到、摕袂到。记者杨秀南投报道。云林大约有900公顷的往来园，一当是会产生2000栋的往来叶啊、往来丛，这个过去拢是来当做粪扫抬起来，也是做肥料。农粮署跟云林县政府即马是伫高溪设一座往来纤维循环工厂，甲这个废料来做天然的纤维加速。那么做伙来了解。往来叶啊，经过处理了后，会当制作纺织咧用的食物纤维，剩的泡会当转化做饲料，或者是加做粉等等。往来根会当提炼出纯度真悬的酵素，应用伫咧食品、医药、甲生物科技的领域，要甲往来好好利用，达到零废弃循环经济模式。我们云林县隶属于中部，我们跟其他产区不同的是，我们是整年度的种植以及整年度的生产，所以我们对于原物料端来说，我们不用担心，我们是整年度都可以做。那7月包括采收机，包括这个可以很完整化。初期如果送电，我们会先用人工的方式先处理一部分的产品出来。云林县府表示，云林有种差不多900公顷的往来，一年会产生2000吨白癌的材料，用过拢是以堆肥、搭伫土地等等的方式来处理。不过为着要达到零废弃循环经济，农粮署甲云林县府透过3管合作，伫高溪起一间往来纤维的循环厂。它的碳排系数只有0.78，跟我们的化学纤维来比的话，非常的低，大概只有1/5到1/6而已。那这样的纺织品将来如果销到欧盟的时候，它缴的碳税就非常的低，那这个商品就会非常有竞争力。纺织研究所表示，甲往来村的材料经过转化，会当制作天然的纤维，甲酵素等等真有市场潜力的产品。高菜生产合作社就讲，目前厂房的设备是农粮署补助设置的。
不过为了要持续改善甲精进作业的流程，还佫需要要自动挂hiệu的機器甲分選機等等，按照上近7月份就會當轉線運作。記者綜合報道。來看台灣的咖比師傅林小興哦，在美國聖地亞哥舉辦的世界盃友會比賽，是以細型麒麟鹿佮有鳥形的友會造型摕到冠軍，咱做伙來看賣。用上頂尖的感性，伫咧咖啡頂面溜花，每一步攏真重要。甲目睭點入去，伫桌頂刻一個高水的細形就出現啦。這是2026年 WCC 世界溜花大賽代表台灣參賽，得到世界冠軍的林小興。備賽期差不多有4個月左右，就是每天的練習，我大概早上9點半到10點開始開機練習，到下午的5、6點。就一天大概8個小時，所以一天大概練最少有100倍。林小興的專長是動物溜花，這屆決賽伊準備細型、長暗鹿、小鳥型3種動物去比賽，每一杯攏足傳神。要參加世界比賽進前，需要先得到台灣的冠軍，才有世界門票。林小興對2019年開始參加台灣溜花大賽，參加6屆台灣比賽，攏總摕到3屆世界賽門票，這屆伊總算摕到冠軍。2020年、2023年，攏得到冠軍。啊，毋過伊佇世界迄當陣進入決賽，得到第3名。這屆去美國，就得到世界冠軍。世界溜花大賽是全球咖啡界上有指標性的競賽之一。這屆攏總有33位的世界級咖啡師參賽，經過3天的競賽，摕到世界冠軍。這一路以來，伊感謝伊的女朋友支持伊的夢想，陪伴練習，才有機會用咖啡，讓世界看到台灣。記者陳亞軒、林旭凱台北報道。今年已經第28屆屏東台灣蘭花節路嘅正式起稿。今年嘅總冠軍哦是一盆市價超過20萬的勝利蘭花，那麼做伙來欣賞。都是分組總冠軍的。甲總冠軍的蘭花一盆一盆對車頂搬落來，菜地廟的兩邊準備進行獻花儀式。禮拜屏東九如鄉的台灣蘭花節起稿，過來清盆無共品種含色水的蘭花變水，因為英國攏佇北縣宮的場地舉辦展覽，今年刷到農會內底，為着感念活動順利，農會人員特別準備10幾名的蘭花，要獻花予神明做伙觀賞。咱蘭花界的祖師爺吼，就是咱北縣宮的上帝爺公。啊！伊過去攏親自來評審，來收來選上帝公獎，是咱遮的特色。今年摕到總冠軍的是聖里蘭歐馬羅斯，是高雄的蘭友培育，市價超過20萬。這隻蘭花唔但花蕊大，花蕊的純真有路，色水特別。現場展出的蘭花，袂少品種佇外口罕得看到，民眾攏摕手機啊趕緊翕落來。很特別。怎麼說？它的品種就是跟一般的。花展那種都不太一樣。外口市面上吼，你賣就對啦吼，足少佇原產地，吼對遐個運過來台灣時出來賣，所以一般攏佇到尾啊攏是，不管是交配，還是迄個成功分枝以後才出來賣，啊，所以市面上現在很少看到。蘭花節活動一直展到2日，開放民眾免費參觀。農會表示，九如鄉長期推動蘭花產業，連續28年舉辦蘭花展覽，已經成做台灣重要的農業甲觀光活動。屏東甲台南攏是台灣蘭花外銷的重要產地，培育成果真受肯定，甚至閣有獻花儀式，展現蘭花佇民間文化中的特殊地位。記者柯明哲，屏東報道。真濟哦，真合拍物件，真緊就會替流行。日本就袂使業者甲舊衫買來定設計，佮加工，佮上市哦。望講會當來減少本色，為環保來盡一份心力。花期的通總外套回收了後，洗清氣，再個詳細檢查，含設計師研究要安怎改造，手工一步一步剪裁佮夾不好，變成一領獨一無二的新衫。在這個工廠裡面，他們把回收來的衣服重新拼貼之後，賦予新的生命，達到環保永續的目的。這是日本的戶外服裝品牌對2022年開始推出的服務，應該囡仔穿袂落也是歹去的衫，用點數回饋的方式買回來，評估了後，定加工再個賣，平均計數只要原定計數的7折是8折。一檔大約會當回收3000領的舊衫。
壊れたものだったりアイテムがそれぞれ違いますので、ものづくりっていうところにおいても、一点一点確認しながら作るっていうところがすごい難しいところで、手間もですね、通常のそのものづくりに比べるとやっぱり2倍3倍と体が大きくなってしまってサイズアウトしてしまったり、あと子どもたちが遊んだりして汚れてしまったり傷ついてしまったりということがあると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そういった製品の寿命を伸ばしてあげる、そして新たな命を吹き込んで、また次のお客様にその製品を使っていただく。除了当中以外，大人的机灵服装嘛提供付钱修改服务，修改件数对2021年大约12000领，到去年成长大约1.5倍，差不多17500领。另外，连裁剪了后的废弃布料，拢会当加工做碳纤维的鉛筆，都是環保的理念。フレアス2030という環境目標指針を掲げております。これは2050年までに廃棄ゼロ。運搬とかの CO2 とかも減らそう。生産の数量を調整しながら売れ残りをなくしていこう。在庫ゼロ。グリーンバトンというサービスだけで利益を追求するということは現状はしていない状況です。やはりそれ以上に社会にしっかりと良いものをもたらすであるとか、服の命を一日でも長く伸ばすということに対する投資とも言えるサービス。在快时尚的潮流下，生产过量会为环境带来真大的负担。日本服装业开始翻头转来走向环保创新，希望打造新的循环经济。公司国际记者施旭浩，日本富山报道。这几天哦，天气真好，中昼拢伫30度以上。气象署嘛表示讲，拜三进前哦，各地拢是真烧热的天气。台南、屏东有可能会到36度。拜四开始，锋面接近，全台湾是拢会落雨，爱到礼拜雨水才下少。这两天哦，东部还有恒春半岛沿海嘛有长影哦，所以去海边啊，就要特别注意安全。拜日时各地好天烧热，气象署讲，干那只方面，甲部分山区可能会落雨。若各地日时气温伫33度左右，不过南部要注意高温，尤其台南、屏东上悬反射到36度以上。不过气象署讲，好天稳定的天气，可能会持续到拜三、拜四，阁爱翻天啊。今天的一个整体天气，那在降雨方面是比较少一些的，各地大多是以晴到多云为主。那在花莲、台东跟恒春半岛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那另外在午后，宜兰的山区以及在西半部的山区跟嘉义以南比较接近山区的地方，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一个雨势出现。气象署讲，拜四到拜六，因为锋面通过，国头东北季风，四到全台湾拢有可能会落雨。若雨会为北部扩大到南部，尤其中部以北要注意阵雨，也是雷公雨。气温嘛会降低，一直到礼拜雨势才会转雨。降雨预估在周五这天，可能还是在中部以北地区是雨势最为明显的地方，其他地区也还是要留意是会有阵雨或雷雨的一个情况。那这种比较广泛的降雨预估会是一直持续到周六。那整体上来说，要到周日这一天，随着水汽比较明显的减少，降雨会比较趋缓。另外，气象署嘛提醒，拜一、拜二东半部甲恒春半岛沿海地区要注意长影，民众若去海边啊，就要注意安全。记者郭金勇、谢桂林台北报道。下晡半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3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1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29度。华北地区上低20度，上悬28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